中电变电站，真的跟我们想象的变电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非常的美丽啊。其实我们一般呢是不会美化这么新的一个变电站，那是因为这个跟我们总部都在那个新的启德区，那我们觉得启德区也有好多的历史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不如趁着我们那个125周年的时候，美化我们那个新的变电站。我们的变电站以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建筑物，后来我们觉得，我们作为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可以也把它美化，把这个整个社区带来更多的色彩、颜色，每一个人走过了也会感到很開心，很溫暖。我係好高興咧，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啲唔同嘅群體，譬如有啲學生，有啲老人家，同埋我哋咧係揾啲學生咧係去做嗰個設計比賽咧，同啲學校一齊去合作，希望呢度帶俾香港一個更加多嘅精神啊！係你第一次嚟參加呢個活動咧？真係第一次。我係人生第一次，人生嘅第一次。喺埲牆度畫嘢。係你啊！